总是为人一出世，要有大成就，大成功，就爱经过真多磨难，不过想袂到一嘛21世纪的爱时代。 所愿拢会如意，正经就联络到咱，正经就找到资料，正经就出名，正经就行到要去的所在，正经就会发表作品，正经就会有人follow咯。 正经就会颠倒黑白，正经就会用文字做情诗，正经就会激动人心，就会找到真相，正经就会自力善后，正经就会断绝关系。 call.